早晨，大家好，我係 Agnes，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納瓦爾寶典》呢本書。有句說話係咁樣講㗎：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有時我哋真係努力錯咗個方向，或者係揀錯咗，行錯咗一步。誇張啲咁樣講啊，就好似骨牌效應咁樣，你揩到其中一個骨牌，結果成排冧晒。假設我今日要整個蛋糕，如果我唔小心將鹽睇錯咗，糖落咗落去，就算個蛋糕用咗幾貴嘅材料，我用咗幾多時間、幾多心血去擠靚嗰啲花啊，整靚個蛋糕都好，個蛋糕最終都唔係嗰樣嘢，個蛋糕唔出得街，賣唔出去噶嘛。所以我哋喺 work hard 嘅同時，我哋都要訓練自己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價值同埋重要嘅能力，就係判斷力。納瓦爾亦都講到判斷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念，俾心機做嘢、努力工作係基本啦，呢個固然重要啦，係咪？但係如果我哋盲目咁樣去努力，淨係識得中個頭埋去做，努力錯咗個方向，嗰一份努力只會係浪費啊，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明白嘅判斷力未必係我哋人天生擁有嘅一個能力、一個才能。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後天嘅學習啦、反思啊，又或者係失敗咗之後嘅經歷啦、經驗，慢慢去培養同埋訓練。最重要，如果我哋想幫自己建立一個高嘅判斷力嘅話，我哋就要去主動思考。大家諗下係咪？好多時我哋遇到一啲事或者係問題，我哋都會捨難取易啊，因為我哋人嘅大腦係好懶噶，極少人願意主動去解決複雜嘅問題。所以納瓦爾佢分享咗一套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s， 亦都可以話係一 set 嘅思考框架，去訓練我哋自己透過呢一啲方法咧，去思考多啲，去理解呢一個世界，去睇清嗰個事實。而納瓦爾覺得最好嘅心智模式係嚟自演化論同埋賽局理論。簡單啲講，即係科學同埋經濟，我哋大量去閱讀一啲關於科學啊、數學或者係經濟學嘅書，因為呢幾樣嘢都係自然真實地存在嘅知識，就好似唔會有人反駁2+2等於4呢個事實。當我哋大量去閱讀呢啲種類嘅書嘅時候咧，唔單止可以幫我哋去打好呢個根基啊，同時亦都可以訓練獨立嘅批判性思考。納瓦爾分享咗啲相關嘅書名俾我哋 Agnes 喺呢度分享俾大家。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望下《自私的基因》、費曼的6堂 Easy 物理課、黑天鵝語錄、窮查理的普通常識。有時我哋做一個決定或者係去解決一件事嘅時候，好多時我哋都用咗自己嗰個主觀嘅意識。所謂嘅當局者迷，咁樣我哋好難去睇清楚嗰件事嘅真相，嗰件事嘅本質係啲乜嘢。就好似書裏面舉嘅例子啊，好似買股票咁樣，投資人同埋一般嘅普通人最大嘅分別就係嗰個判斷力啦。好多時普通人淨係可能見到嗰個 market 嘅短期波動啊，可能跟住啲人一窩蜂買升啦，咁就去買升啦，去到山頂就嚟冧啦，都唔識得放㗎。但係如果係一啲有判斷力嘅投資人，佢哋就會用一個心智模式，即係嗰個思維框架，去分析咗一個長期嘅趨勢，唔會俾情緒去左右到佢哋自己。納瓦爾講到啊，點解巴菲特可以咁成功啊？因為佢有一套好清晰嘅心智模式，一套好清晰嘅思維框架，佢會用一個好長嘅時間去做判斷，用一個好短好 firm 嘅時間去做決定。而我哋一般人啊，普通人就調翻轉啦。我哋通常都係用好短嘅時間做判斷，最終咧好多時我哋都會後悔自己做嘅決定啊，因為當初冇諗清諗楚。呢度 Agnes 岔開少少話題啊，呢個思維同之前有一本書叫做《投資最重要的事》，裏面提及到嘅第一層思考同埋第二層思考咧係好相似嘅嗰個思考模式。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聽翻嗰幾集。記得 Agnes 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嗰份工咧有一個經歷，對於我嚟講印象非常之深刻。嗰陣時咧，對於 design 嗰啲 software 咧，唔係真係太過熟悉啊，所以成日自己都要 OT 喺度死咪爛咪。有一日我 OT 到10點幾11點，個 director 喺我身後面經過，佢收工，然之後佢同我講咗一番說話。
我見到你好努力咁樣畫圖喎，但係如果你咁俾心機畫都畫唔好嘅話，咁你就要諗下係唔係自己嘅方法用錯咗。然後我反覆喺度心諗，嗰個重點就係我自己都唔知道我用錯咗咩方法啊。可能佢見到我當時個樣咧一臉茫然啊，所以佢真係提一提我。佢話你試下分 layer 咁樣畫啊。分 layer 嘅意思即係咩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一幅五顏六色彩色嘅圖片，佢就有好多層唔同嘅透明膠片去疊合埋一齊。咁樣做嘅話，嗰個顏色嘅層次度咧會高啲啦，同埋嗰個立體感咧會比較強啲、靚啲嘅成個效果。佢講完呢一番說話就靜悄悄地走咗。我真係用咗2個鐘頭時間做咗我一日嘅嘢。所以話說回來啊，努力好緊要啊，基本啦。但係死咪爛咪係唔係對件事真係有幫助呢？有一個清晰嘅判斷力，對件事真係可以事半功倍。納瓦爾亦都強調啊，佢提醒我哋人生有3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噶。我哋做啲咩啦，同咩人一齊，住喺邊度，呢3樣咁重要嘅嘢，我哋都需要用一定嘅時間去考慮清楚，去做一個判斷。然後先再做決定啊，因為呢3樣嘢，當我哋做咗決定之後，我哋都需要同佢綁住一段好長嘅時間。你返一份工，你創業或者係你開始一段關係，可能都會維持幾年甚至更加耐啊。你搬去一個 city 或者係你買咗一層樓，你一住可能係10年或者係一世㗎喇。我哋嘅人生唔需要每一次都贏，但係只要每一次重大嘅決定，我哋有啱嘅判斷，咁就足以改變我哋嘅命運啦。下集再見大家，拜拜。